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樂隨聰哥頻道。今日呢道菜非常易做，而且食材仲非常之簡單。普普通通嘅冬瓜炆火腩，加入咗蝦米之後，味道就完全唔一樣啦。材料好簡單，冬瓜、蔥、蒜頭、蝦米，仲有火腩。蝦米最好揀乾身啲，越大隻越好。火腩最好揀腩仔，唔使咁肥咁多油。蝦米先用溫水浸軟佢先，蒜頭拍鬆佢，然後切蒜蓉備用。蔥白部分我哋切蔥到大概2公分左右長度，蔥綠部分我哋就將佢切成蔥花，然後將佢哋擺埋一齊備用。冬瓜去皮切絲，然之後切佢大概3cm 左右嘅大細備用。好啦，材料齊晒，係咪好簡單呢？蝦米瀝乾水，蝦米水留低備用。開始煮製，熱鑊落油，油唔使太多，因為等間煎燒肉嘅時候呢，燒肉都仲係會出油嘅。我哋用細火慢慢把燒肉煎香煎透。煎到兩邊金黃，香味溢出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將佢撈起身啦。鑊入面嘅油好香，我哋留起繼續用。放入蝦米，呢個時候要小心，因為蝦米本身含有水分，所以啲油會爆得激烈少少。跟住我哋擺入蒜蓉，繼續炒香。爆香之後，我哋擺入冬瓜，繼續翻炒。等冬瓜可以充分吸收豬油嘅香味。呢個時候，我哋把蝦米水加入去，水要剛剛沒過冬瓜，咁就 OK 啦。如果唔夠，我哋要再加啲水。OK， 開始調味，先俾少少糖、蠔油1茶匙、豉油大概1湯匙，唔需要過多嘅調味，本身已經足夠鮮啦。好啦，燒肉可以加埋入去，一齊將佢撈勻。加蓋，中火炆煮5到8分鐘。好啦，時間到啦，開蓋，將佢撈勻。由於剛才我哋冇加到鹽，呢個時候我哋必須要試一試味，睇下佢嘅味道夠唔夠。冇試清楚，再試多次。仲差少少鹹味，加多少少鹽，啱好。
呢個時候蔥欖加埋入去，生粉水勾芡。留意個汁唔好收到太濃啊，因為啲汁攞嚟撈飯呢一流啊。收到咁樣就可以啦。熄火，起鑊。哇，好鬼香，正啊！最後灑上靈魂蔥花，呢度簡單又好食嘅冬瓜炆火腩完成。冬瓜本身味道寡淡，但係火腩呢又偏向咗少少油膩。而呢個時候蝦米嘅加入，正係用咗海味嘅甜味去中和咗火腩嘅肥滯，令到冬瓜食落去除咗豬油嘅香，仲有一份清甜嘅鮮，而火腩更係得到咗層次上面嘅升華，正。呢期視頻就到呢度，你仲唔快啲喺屋企試下喐手？記得點 like 訂閱，多謝晒，拜拜。